Hello， 大家好。可能同我熟啲嘅朋友咧，都聽過我嚟緊有一個作品會喺今年嘅 Art Basel 嗰度展出嘅。咁其實我會同 1A Space 合作咯，喺佢哋嘅 booth 度咧就會有我展出我一個嘅作品。而呢個作品咧，我好需要大家幫手嘅。呢個作品其實就係有關問問題同埋答問題。咁其實如果上過我堂或者係同我 work 過嘅人咧，好多人都會明白，我成日都會好強調要問問題嘅，因為問問題咧係一個好好嘅指標，去 check 究竟我哋對於學嘅嘢吸收到幾多，又或者係我哋對於學嗰樣嘢對於我哋嚟講有幾重要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係問問題同答問題係好重要嘅。而我事實上工作上面咧，用好多時間去答問題，各種嘅方法去答。咁嚟緊喺Art Basel呢個 work 咧，其實我就係會喺鏡頭面前解答大家嘅問題。咁係有關表演啦，亦都有關我呢個作為教表演嘅人，即係所謂一個 teaching artist， 佢所有嘅一切你想知道嘅嘢。咁當然，甚至你可能你問啲對我自己對我有興趣想知道嘅嘢，我都嘗試會答嘅。呢個作品到時我就會喺Art Basel嗰度有一個電視，然後我會喺鏡頭面前答晒大家嘅問題，然後喺個電視度就會播翻嗰個解答問題嘅嗰條片出嚟嘅。而同時咧，又同步喺我嘅 YouTube channel 咧，亦都會播同一條片嘅。咁然後喺Art Basel期間咧，大家喺現場可以有紙寫低你想問嘅問題，抌低佢。點樣抌法咧？你去到就知㗎啦。咁當然同時你亦都可以喺條 YouTube 嘅頻道下邊嘅 comment 度，你繼續問問題。然後我會收集大家嘅問題，再次喺鏡頭面前再次拍低佢，然後我就會延長喺Art Basel同埋喺 YouTube 裏邊嗰條片，會延長佢繼續播落去嘅。所以喺Art Basel期間，呢兩條片係會一路咁樣生長嘅。咁好需要大家幫忙。咁如果你係有興趣嘅，你可以喺現場。如果你去Art Basel，你可以喺現場度問啦。當然你亦都喺 YouTube channel 嗰個 comment 度問啦。如果你同我好熟嘅，你當然直接問我又好，或者你用其他渠道問都得㗎啦。咁我都會盡我全力答。我唔敢講一定答得到啦，但係我會盡我全力答大家嘅。咁好期待大家嘅問題。